好，大家好，我係 Raymond。咁近排咧，市場時就好關心呢個長年期債息上升嘅問題啦。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除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啊，又或者係佢唔同嘅刺激或者減稅政策咧，有可能令到美國個財政狀況係更加差嘅。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唔單止淨係美國嗰度發生嘅，其實日本都一樣有相同嘅討論。咁如果你直接去睇一啲長年期債息嘅一啲走勢咧，咁你會見到其實左手邊嗰張圖，藍色、綠色、橙色同埋另外一條藍色啦，佢哋就分別係美國、英國、歐元區同日本。咁呢4個成熟市場咧，其實嗰個長年期債息喺2021年之後咧，咁我哋見到都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嘅。錄呢條片嘅時候咧，咁個長年期債息就叫做穩定翻落嚟啦，就冇再繼續抽升啦。咁但係整體嚟講，佢都仍然係比起疫情前嘅時間咧係高咗好多嘅。咁好啦，咁大家最關心嘅就係、當然係對我自己嘅投資組合有啲咩影響啦。咁如果你睇翻過去嗰30年，就算我哋唔去考慮最近呢幾年啦，或者叫做考慮埋個過去嗰30年嘅數據啦，完整睇翻呢30年，其實一般嚟講，10年至20年或者20年以上咧，佢哋嗰個波動度已經係好高啦。咁中間嗰張圖咧就係、向上嘅話咧，就係個年化回報高啦；向右嘅話咧，就係個波動度係比較高嘅。咁你會見到其實10年、20年咧嗰段嘅部分咧，其實嗰個波動度已經係偏高啦。同一時間你會見到個回報咧，亦都唔係話比中間嘅部分咧係高出好多嘅。咁中間嗰部分咧，你會見到就係個回報就相對上都係叫做吸引啲啦。咁亦都係比起最短嗰部分咧係高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個波幅咧，亦都冇按比例咁升得好急嘅。咁整體嚟講，咁大家喺呢張圖度可以點樣影響到大家配置咧？最簡單就係最短年期嘅，因為個回報比較低，咁但係同一時間波動度比較同一時間都係低啦。咁兩者都低嘅話，其實如果你係做一個短期嘅資金需要，尤其是而家我哋見到右手邊嗰張圖，短年期嘅債息咧都仍然係幾高幾吸引下嘅。咁所以你話有一個短期嘅資金需要咧，咁你又可以考慮翻啲相對上年期比較短嘅一啲債券或者啲債券組合啦。咁你話正常嘅，我諗住係作一個中長線投資買債，希望係叫做有一個定期嘅收益嘅話咧，咁中間嗰段就可能相對上比較適合，因為佢個回報相對就提升咗啦，亦都係好似右手邊張圖咁，3年以上嘅孳息曲線咧，其實係往上斜嘅。咁所以買長少少年期咧，個債券個回報係會高啲，同一時間個波幅咧，亦都未至於話係一個按比例升得好急嘅。咁最長年期嗰部分咧，就好似頭先講咁啦，咁就相對上個波動度比較高，咁咧就會比較適合一啲投資者，可能係比較係做一個交易嘅策略啦，又或者係佢睇法上咧比較對於美國嘅財政狀況咧，可能係會譬如我預期個財政狀況其實係唔係大家市場講到咁差嘅，或者係個衰退風險上可能比較大，我想鎖定一個比較長嘅年期咧，咁呢啲情況下咧就會適合去考慮翻一啲10年期或以上嘅一啲超長期債券啦。咁希望今日呢條片咧就簡單地就幫到大家睇翻究竟除咗近年嗰個長年期債息嘅走勢咧，知道大概係點樣之外咧，亦都可以幫助到大家揀翻一個適合嘅年期或者存續期嘅一個債券組合或者啲直債啦。